在这之前，我也风言风语的听到过几耳朵，当时没在意。现在人家已经出家了，你追到庙里去找，动静多少要大一些。儿子只是想……你不用解释，知子莫如母嘛。你想什么，我知道。在宫里待了大半辈子，我也都清楚。虽然有东西6宫，答应常在的也伺候着，但那是按规矩来。每个人都是一副死脸子，合意的并不多。儿子并无越轨之事啊。哎，男欢女爱嘛，也无可厚非。真要喜欢，进了庙也可以赎身，哪怕他是个汉人，只要抬个级，也就是了。可是，唯独这个扎小倩不行。这件事你想的不够周到。母亲教诲。你先是停了承恩宫的大狱，紧接着又为扎良寺、岳钟琪平冤，这2个举动都是惊动朝野的。应该说你做得对。出乎意料之后，就是异口同声的颂扬。盛世人君嘛，也就是要有出人意表之处，我也都听到了。可是这个时候，你要打那个扎小倩的主意，其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？天下臣民看在眼里，会说你平冤定狱不是因为仁慈，而是为了取悦一个看上眼的漂亮丫头。皇上，哪个轻哪个重，你掂量过吗？母亲，您是真爱儿子，母亲这番话不是醍醐灌顶。若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公子少爷，这不过是场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、风流韵事。但是你不行，你的一举一动都是家国命运，都是兴衰之道啊。儿子明白了。宣克勒额觐见。奴才克勒额，请主子圣安。克勒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奴才有负主子的圣恩。我让军机处发给你的廷谕，都看仔细了吗？看仔细了。奴才这次进京，就是要向主子细细的禀报啊。说吧。青海叛贼的行踪，奴才已经锁定。头目张黑果原来是个盗马贼，前2年洗劫了2个金矿，手里很有些钱。一路招兵买马，已经由当初的1、2千人发展过万呐，且有做大之势。臣来京之前，已经抓住战机，打了2场恶战，歼灭叛匪过半，全歼匪首，指日可待。青海形势已尽在臣的掌握之中，请皇上放心。朕没记错的话，你是镶黄旗的吧？是，奴才是镶黄旗左领下。想当初从龙入关之时，镶黄一旗随着豪格贝勒，从山隘关一直打到两广，吹哭拉朽，那是何等的气势啊！奴才汗颜。其实一伙盗马贼还撼不动我大清的江山。朕之所以如此重视，与其说要边功，不如说想借此重振一下满洲旗营的锐气。这一点你要明白。主子虑的是，此前的几次边功
出风头的大半是汉人，年羹尧、岳钟琪、周培公不一而足，弄得咱们旗下人好没脸面呐。如今承平日久，锐气渐消，眼下的八旗子弟都沾染了一身不好的习性。斗鸡走狗，提笼架鸟，打八角鼓，唱太平歌词。不要说什么马上江山，现在还能不能把弓拉开，都难说了。奴才一定细细体察主子的心思。来京之前，奴才刚刚处置了一个绿营参将。怎么了？此人祖上也是战功卓越，曾封过2等伯的，可现在除了找女人，什么都不做，不是秦楼楚馆，就是浓词艳句。一个被他追得没路可走的女子逃进了寺庙，他居然闯进寺庙，硬是把已经剃度的女子给拉了出来。荒唐！的确荒唐。长此下去，如何了得？主子说的是啊。回主子，太后那边来人问主子得不得空。知道了，就这样吧。你在京城里不要耽搁太久，抓紧回去。这，听着，不要光是嘴上明白，知道吗？这。哎呦！大人，请吧。啊，走走走。总管留步，路远不好带东西，您留着喝茶。留着大人，留着喝茶，留着。你呀，主子为你西北战事不利，没少伤神呐。我是费尽了口舌劝解呀。哎，我给您作揖了。这事儿啊没完，你还得多加小心呢。那是啊。哎，太后那边有什么事儿吗？嗨，别提了。宝应寺你总该知道吧？听说过呀。嘿，原来一直说那塔里供奉的佛骨，前些日子塔倒了，这才知道里边什么都没有。这和太后有什么关系？嘿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木呢？咱们老佛爷就信这个，是每年必去。宝应寺的前后庙产300亩上好的水浇地啊，都是老佛爷亲赏的。平白无故的佛牙没了，你想想，能不急吗？皇上，这是内务府奉旨送来的贡品单子。这是今年秋天南方5省和盛京方面输送的贡物。还是老一套，可不，也就这些，瓷器、玉器、绸缎、皮草，水陆8针，出不了这个圈儿啊。唉，你帮我想想，太后还缺点什么用项？哎呦，主子，您这还真问着了。你说到了老佛爷这份上，什么没见过，什么没吃过呀？想靠这些东西讨他老人家高兴啊，不容易啊。唉，看来我还是孝道不纯呢。哎呦，瞧您说的，主子要再孝道不纯，那天下就没有孝道了。差得远了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啊！人听一句话，佛受一炷香。有您这番心意啊，老佛爷就比什么都高兴啊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人听一句话，佛受一炷香啊。佛受一炷香？对啊。你倒是提醒了我，太后也跟我提到过宝应寺。奴才也听老佛爷念叨过。怎么讲？老佛爷说啊，自打做姑娘的时候起，就常去那儿烧香许愿，直到进了府、进了宫，遇到坑坑坎坎的，也都要去那儿拜一拜。嘿，谁知道那塔里居然是空的。老佛爷说，还是自己的造化不及呀。去，叫傅恒来见我一下。
唉，君们，怎么样？我这不是活着回来了吗？啊，面圣这一关总算是先对付过去了。只是对付过去而已。唉，说到歼灭叛贼过半，我的心差点没跳出来。好在无法核实，回去啊，我们再想办法。到现在为止，除了马粪和被他们烧过的村子，连张黑果的影子都没见过，这怎么办呢？皇上又把这些和整肃八旗联系起来了，大有光宗耀祖的意思。真要是较起真儿来，我得死他娘的10次啊！哎，主子脸色如何？我一个劲儿的顺杆爬，倒没再说什么提头来见。要我看，这事很重要。驾前为臣，素来讲究内外兼修。对外嘛，要事功，要得胜；对内嘛，要顾宠，要逢迎。有了宠幸，什么事都好办。不降罪已是万幸，顾宠谈何容易啊！我看呢，还是事在人为吧。咱们这次带来不少银子，利用在京的这些天，好好的上下打点。关键是要得其要领，投其所好。皇上且不讲，军机内阁、6部各司，就是后宫的那些贵主儿、太后，他们最近想吃点什么，想喝点什么，最惦记的又是什么，咱们都要尽量的摸得一清二楚。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，也是一步胜算呢。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对了，我出来的时候，养心殿那个太监说太后怎么样？好像正为什么佛牙的事着急上火的。佛牙，说什么庙里的一座塔塌了，供奉在里面的一个什么佛牙没了。太后勤于礼佛，这一点我倒是听说过。要是能在这件事情上做做文章，那当然好。不过，你一个进京述职的外任官，现在就出面去修塔，不甚相宜。不，我想到的不是塔。太后富贵至尊，钟鸣鼎食，万物皆备。您就是搬来一座金山，她也未必眨眼呢。到了这个份上，最看重的莫过于祈福迎降、6道轮回之类的事情。我想，您如果能在这上头做篇好文章，比如为太后迎一颗佛骨，如何？迎佛骨？当今圣上标榜孝道，据说日必3次请安，举案齐眉。要是真讨到了太后的欢喜，那可是4两拨千斤的好手段呢。哦，佛骨。咱们青海以南，前后连着藏区，大小寺庙不计其数，可谓近水楼台。说不定那座喇嘛寺庙里……哎，对呀，那张黑果有腿跑得了，佛骨没有腿啊。只要他在那儿，他就跑不了。行，可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马上回去派人查访一下。哎，不要等回去了，现在就发信，告诉明德，让他速办。是，我马上发信给大公子。这是客军们从京城发来的急信，送大公子的。是。传我的命令，从现在起，可以先置叛匪的行踪于不顾，专门给我查访寺庙。是。太后想迎佛骨，这只是私下商议，尚无定论。诸位看看这件事，还是您来说吧。这件事恐怕不能奉旨啊。有理啊。此事若是出自圣裁，就更为不妥。我大清自定鼎中原以来，便以儒家为正派，以礼教治天下。
是以收复汉人，证明道统。这是列祖列宗的英明所在，也是不可动摇的前朝规法。如果公开奉迎佛骨，必会引起天下议论，动我根基呀！论才取势，3科2榜，也兜不出儒家的坟典。皇上，真是要大张旗鼓的迎佛骨，还不要说天下的士子，恐怕那帮御史台臣就得闹翻天呐！善男信女，在私下信奉，无可指责。然而，若作为朝廷的使命，便大为不妥。大清既尊孔，便不可再崇佛。纵观前朝，自魏晋以来，为迎佛骨，往往搅乱朝局，闹出大乱子。中堂不可不查，圣上也不可不查呀。你们说的都对，这些道理，皇上自然也是明白的，所以只是让我们私下议议。好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吧。下去吧。是。哎，刘宝啊，老爷呢？老爷在里边，又在那琢磨老家那几亩地的收成呢。要是改种双季，这1亩地追足了肥，得要多少份呢？什么多少份？哎呀，这地割了2年多了，我怕地有点薄了。哎，你说咱们改种大蒜怎么样？你说北方的大蒜在南方能长好吗？吾不如老农矣。哎，您倒是挺踏实的。哎呀，好久没侍弄庄稼，这手啊都生了。哎，姐夫，您真的觉得能踏实了？什么？扎小妾那事可还没个下文呢。哎，我看差不多了。那皇上不会再找他了？哎呀，你没看见吗？都过了好多天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要照以前那份着急上火的劲头，像猫爪子挠心似的，一天还不得问8遍呢。哎，那是因为您是福将，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宝应寺的佛塔塌了。哎，捅到太后那里还是管用的。要是这样的话，看来大概是踏实了。哎呀，也该踏实踏实了。他年轻力壮的，一天到晚什么牛鞭狗肾、十全大补的吃着，这精气神当当当当的。我不行了，过1年就少1年了。为一个丫头闹成这样，哼，谁赔得起啊？您眼下可还没撤差呢，就这么黑不提白不提了。他不提我提，我得让他当着面把这口封上，要不然哪天他想起来再拉我抽屉，我可受不了。怎么什么事儿到了您这儿都反着来呀？哎呀，皇上这杆子没顶，顺杆爬，有完没完啊？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。连军机们都不领旨，要真的到了那些翰林御史手里，恐怕就更热闹了。他们说的也不无道理。9卿6部、詹汉科道，这些入朝为官的，哪一个不是靠着背熟4书5经起的家？脱了朝服，可能人人都进过庙烧过香。可要是公然领旨迎佛，难免背上不尊孔孟先师的恶名。即便是臣，恐怕也得权衡一下厉害的。朕实在是想尽一份孝心。是啊，养育之恩，天地人伦。岂只是个养育之恩？要不，皇上就独断而行。天下的士子成千上万，都讲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朕若真的独断而行，公然下旨巡迎佛骨，那帮道学先生还不得用见证折子把朕压死啊？禀皇上，李卫递牌子求见。我看也只能是从长计议了。
是。什么事？起来说话吧。谢皇上。回皇上，那件差事办得挺顺利的。什么差事？扎小倩呢？哦，他确实到了宝应寺啊。臣派去的人呐，已经看见他了。他如今还是带发修行，说是再等一阵子，寻一个有道行的师太，然后再拜师剃度。知道了。皇上是不是想让他打消出家的念头啊？冤悚，冤悚！可不，这丫头要模样有模样，要人品有人品。你说像臣这样没什么花心的人，都免不了多看上几眼。哎呀，真要是剃度出了家，哎呀，真是糟蹋了。不过听派去的人回来说，那丫头挺认死理儿，愣说是什么要跳出红尘。哎呀，你说这好好的，她这是干什么呀？皇上，要不要臣去解劝解劝？你能说什么？那倒是，说不到点子上会更麻烦。这姑娘家真要心里有点事儿，她也不会跟我说呀。你呀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是。哦，对了，皇上，臣派去的人呐，回来说，在庙里啊碰到太后的人了，还把那丫头叫去看了一眼呐。皇上，臣有个主意，不知妥不妥当啊？你能有什么好主意？既然让太后的人碰上了，那就是缘分。要是能让太后开金口，劝劝那个扎小倩，那说不定，这就是你的好主意？是。闺女家的事情咱也不好插嘴，尤其臣呐，在这上头本事就更有限了，不像别的人见到女人话就特别的多。臣当年自己那档子婚事儿，要不是先帝爷开口撮合，凭臣这点本事，恐怕这辈子都找不着一个像样的媳妇儿啊！真用不着你那本事。是。那请老佛爷出面。你有完没完？有完。那臣这差事不往下办了。你不是总想回老家吗？明天你就走，回去种你那几亩地去，别等我轰你走。这。皇上，你别说，这要走了，还真舍不得主子的。朕不敢当。走喽。平日朕一到这里，鱼都会游过来的。今天怎么连鱼都不过来了？主子，大概是水凉，鱼不爱动啊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鱼尚可以随心所欲，朕却不能。主子，您说这件事儿怎么就那么凑巧啊？让老佛爷身边人给碰上了。这鱼怎么不过来呀？快招呼人把鱼轰过来！轰啊！过来！快过来呀！过来呀！这边快轰！快点！这边来一个！老爷，您还没吃饱啊？老爷，你怎么了？
事情都过去了吧？想过去就能过去。我看，您算是把这里面行情摸透了。哼，总不能白吃那么多年炸酱面吧？下边不会还有什么烂事儿吧？皇上总算是把我爱饱了，多看一眼都不想。照这么说，这官儿没什么再辞不掉的了。基本上啊，是万事大吉了。快轰啊！哎，是快轰！算了，这么轰过来还有什么意思？下去。主子，这鱼没念过45经，他不懂君臣大义呀。45经，读了45经又如何？麻烦更多。人生忧烦识字始，姓名初识即可修。人生忧烦识字始，姓名初识即可修。嘿嘿，主子，您这首诗写得太有味道了。这是苏东坡的诗。哦，我说呢。不过主子的诗啊，也不在苏东坡之下。你比如说吧，像您给那个查小倩写的，我看是一首比一首好。说点别的行不行？是，主子喜欢苏东坡，那咱们就说苏东坡。人生要有不得意处，方能闻穷而后功，还是他看得透啊。您甭说啊，苏东坡的诗啊，写的倒挺像一个人。谁呀？李卫，李卫啊。哼，您甭看李卫大字不识几个，嘿，他活得倒挺舒服。提他做什么？啊？李卫此人讨贤之志。对，讨贤之志。端端一个不学无术之辈，我皇阿玛怎么会看上这种人呢？说的是，不学无术，居然也是历仕3朝，真是匪夷所思啊！匪夷所思，这种人何堪大用？对，何堪大用？哎，不过这李卫倒也识相啊，一心想着要辞官。哎，真的假的吧？这回倒是真的走成了。哼，怪事，胸无点墨，不学无术，可怎么好像处处都让他得了便宜似的？主子，这话看怎么说？可能啊，就是因为他李卫胸无点墨，人有的时候啊，可能书读多了吧，也就僵在那儿了。条条框框一大堆，您比如说，就像老佛爷这件事儿吧，哎，找个佛牙，哎，您说这有什么呀？哎，从腹中堂起，嘿，一溜顺边的摇脑袋，谁都不领旨。您看，这不是书读多了吗？尊孔不崇佛，人家有理了。所以说呀，像李卫这样的人就自在。嘿嘿，我看啊，他恐怕连这孔子他叫什么他都不知道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他连孔子叫什么都不知道。真该赏赏你了。我要是回了家，怕就坐不了这么大的轿子了。老爷，小一点的咱还顾得起。坐惯了大轿子，就不爱坐小轿子；骑惯了马，就不爱骑驴。平常别人见了你啊，都下跪，这冷不丁的没人给你下跪了，这心里啊就会不舒服。老爷，您不是那样的人，谁都一样。哎，算了，让轿子回去吧，老爷我适应适应。好。李大人啊，六宝，
你们先回去吧。六宝，哎呀，糟了糟了，快起轿起轿！老爷上轿！哎呀，你在这儿吊嗓子，你这完了完了！李大人，李大人，养心殿传话出来，让您马上回去。呀个呸的！我这辞官怎么比当官还难呢？李大人，请。陈李卫，算了，不用那么多规矩了。这水一凉，鱼都不爱动了。你那老胳膊老腿的，这要是折了断了，这还怎么使唤你啊？陈的胳膊腿儿没那么娇嫩。我知道。朕比你年轻，吃的补的也比你强些。可是真耍起来，朕还常常训你一筹，是不是？这哪儿的话，主子就是主子，还不错。还知道主子就是主子。准备回衙种地了？是，有几亩地再不侍弄就得撂荒了。看来对你李卫来说，侍弄地比侍奉主子要来得更快活一些，是不是？哪儿的话，主子就是主子。平常满嘴都是说辞，滴水不漏的。今天怎么翻来覆去就这2句话呀？撤了差事，是不是挺高兴的？这撤不撤都是皇上的恩典。哼，本来你的罪名是寄放在朕这里的，朕现在没再追究，是不是早就算计到了？臣没有那么能掐会算的，心中窃喜了。这皇上疼我，应该说是皇额娘疼朕。皇上孝顺。哼，知不知道我叫你回来干什么？不知道。你李卫也有算计不出来的时候啊。臣……哎，你知道孔老夫子叫什么名字吗？孔老二。胡闹！不可辱没圣人。臣不懂那些啊。好，很好。朕就是要一个不懂孔孟之道的人。看来皇阿玛还真给我留下几个可用的人才啊！知道什么叫佛骨吗？佛骨？哎，是不是就是佛牙呀？哦，你还真知道。近来臣的老娘老闹这个，那我就可以省些口舌了。拿过来。认识这是什么吗？这好像是老和尚用的。行啊，还多少知道一点。我知道，朝廷的官你是不愿意当了，整天和那些利禄小人打交道。别说你，朕也烦。朕成全你，赏你一个清静的差事干干。敢问皇上，什么差事啊？听好。朕之所以没有治你的罪，不要以为朕一时心软，你是托了太后的福，知道吗？不知道，臣哪会知道那么多呀？是啊，你当然不知道了。太后对你有恩，对朕那就更是其恩无量了。朕要尽一份孝心，你嘛也要尽一点力，也算是朕赏你一份人心。看什么？觉得新鲜是不是？宝应寺的塔里，原来有一颗佛骨，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是空的。太后听到以后，心悬不下。哦，是不是太后也往庙里扔了冤枉钱了？那叫布施。对，布施。皇上是不是叫臣去把钱要回来呀？亏你想得出，再想想。啊，想想。皇上，您不是叫朕去当唐僧吧？李卫就是李卫啊，果然慧根不浅。
我的妈呀！朕现在封你为大护法，准你带发修行，你可以行遍天下庙宇，为朕，哦不，是为太后，寻一颗佛骨送到宝阳寺里供奉。这。 老爷，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子当和尚了啊！头儿，我查着了，前头有个扎伦寺，寺里有一颗佛牙。你肯定？肯定，就在扎伦寺。等着领赏吧，走走。驾驾驾驾驾！老实点，别动。 找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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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骨找到了！别动，别动，将军，请看，这个，对，就是他。住手！那是佛门至宝，你不能动它，那是佛门至宝。知道。别动，别动，吃点。 别想不开嘛，本将军府征用一下，反正放哪儿都是供着，佛光普照嘛，啊！走，走，快点！大人，大人。 已经检查过了，还顺利吗？几个小喇嘛没什么，也别太小看了他们。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是。大师。阿弥陀佛。请问大师出了什么事？西宁将军府的人强行抢走了这里的佛舍利，说是要 拿到京城去供奉，我去找他们要回来。等等，这件事不能轻举妄动，他们是官兵。他们那里是兵营，又没有寺庙，要佛舍利干什么？我也正奇怪。你派几个人先盯住那边的动静。是。大师，请放心，只要太阳 还东升西落，大雁还冬去春来，我和我这些勇士们，就一定让佛骨重回扎伦寺。阿弥陀佛！驾驾驾驾驾驾他们走得很快，已经过了嘉峪关了。查见他们去哪儿了吗？听口子上的人说，他们用的是进京的官方。 跟上去，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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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郡门，郡门啊，佛骨有了！啊，
啊！大公子刚刚发来加急，佛骨已经在路上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心想事成啊！来人，更衣。啊，您去哪儿啊？进宫啊！别着急呀，怎么了？佛骨啊，绝非一般贡品，这迎接一颗佛骨，往往是要经历9981难。哈哈，本帅天生福将，怎么办？运气来了还往外挡不成？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是说呀，您这么快报上去，好像那佛骨就在咱们手边，未免让皇上觉得这也太容易了吧？你的意思再憋憋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咱们还得多少编一些故事，套一句天桥卖艺人的话说：“光练不说，那是啥把式？得宠嘛，这里面也是有门道的。”哦，有道理呀。再说了，这佛骨还在路上，等咱们见到了东西再动，不更稳妥些吗？好。禀报主人，他们都在。围上去。是。来，喝，倒上，来，喝啊，喝！来。留下佛骨，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宰了他！佛骨呢？不在。这是什么？打开。你们这些人真是撒谎成性啊！那是空的，主人，是空的。东西呢？我们大公子怕你们追，派了几路人马分道进关。不要杀我！我怕脏了我的刀。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别说就这点诡计，哪怕请来天兵天将也挡不住。